去参加的时候，苏命跟我同一个岗位，所以大家就一起下去帮忙。那第一年玩得很开心，我们有工作室之后，报名了阿米斯音乐节的摊位，我们才开始觉得说，因为我们要介绍自己的部落，介绍自己的文化，所以我们也更应该要加强或者是了解自己部落文化的知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开始的经验。阿米斯音乐节开始办也差不多是我返乡的那个时间，对部落很多人都不太了解，因为阿米斯音乐节然后开始知道说，原来部落这么多人有八班记忆，然后大家都可以互相交流。那时候才刚来大概1-2年，平常部落都没有什么活动，一开始哪里冒出来满满的人，就那个提款机都被提报啊，大家一直疯狂的支持部落的各个产业，然后我就想说，天哪，这些人怎么这么懂？就发现，其实他们都是认识部落的人，好像是他们回娘家的感觉，反而不是对客人的态度，而是对朋友。我们知道了很多人为什么会来这边，因为什么样的因素被这个活动跟这个土地，甚至是阿美族这个元素被吸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女方案工作室针对部落的传统工艺啊，或是传统文化，开始有了用功的第一步，申请了很多计划，让部落的年轻人去了解自己的服饰，还有古调，甚至会有一些绘本的计划。可以说，在参加阿米斯音乐节之后，开始萌芽的契机吧。自己可以做到把文化可以推到什么样的高度，到底可以变成怎么样的形态？观众他们到底要怎么去认识也喜欢原住民的文化，甚至认同？我觉得喜欢很容易啦，比较难的是好的坏的都可以接受的话，那就是认同了。在我们心中，阿米斯音乐节是一个很指标性的活动，每一届我们当然都很想要参加的。我们自己知道说办音乐节的操纵支出会多少钱，可以站在舞台上面演出，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情。丰年祭也是部落很重要的事嘛，它对我来说应该就是部落第2重要的事情。阿米斯音乐节之余，我们就是有一种觉得自己有义务，不管说今天是以什么样的身份，要把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我们很享受大家一起做同一件事情，并且把它做好的这个感受。阿米斯音乐节开始变成一个介绍自己来自于哪里的一个指标性的活动。为什么要来阿米斯？因为有我们。阿米斯音乐比较不同的是带入阿美族文化的氛围 ，focus 不是在音乐这个活动上面，是比较着重是在文化跟理念的传导。它可以让人家知道都兰人到底在干嘛，阿美族的文化到底是怎么样。还没有踏进去，你可能在门口你就能感受到很深很浓的那一个文化的东西在里面。你会看到不只是表演者，然后还有来自很多部落的穿着各自的族服这样子，不只有台湾的原住民，其实还有很多国外的。原住民刻板印象可以在很轻松的气氛之中获得消弭，很没有距离感，很容易跟大家一起那种打成一片啊，互相交流啊。刚刚还在表演的人，你可能下一秒你就看到他在旁边跟你一起排队买东西吃。我们在台上是一个表演者，因为我们下了台之后就会很愿意去市集啊、摊贩或者是一些手作啊，都想要去参与这样。完成这么多事情，我觉得我很骄傲。我很开心的是交到非常多朋友。站在那个地方就是很棒啊！我那个时候还呼唤他们，就是打开手电筒这样子，像会来到另外一个国度的音乐季这样子。如果你今年想要参加一个特别不一样，而且带给自己有特别意义的活动，我强烈建议你来参加阿米斯音乐节，跟我们一起感受努力成果后去实践的阿米斯音乐节，在自己的土地上长出自己的花，重启阿米斯音乐节。对哇塞，道具组懂棒。在自己的土地上开启自己的花，重启阿米斯音乐节。好 ，OK， 简单的唱一下。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没有拥挤的人潮。台北不是我
家。